桌上。我没得讲。我们今天是第2天哦。第2天哦，我们今天精神好很多，因为昨天睡超饱的。饭店真的超推，东大都会。仙台有2间大都会，一个是大都会，一个是东大都会。东大都会是新的大都会，所以大家就是要买对，因为大都会比较远一点。就在这楼上啊？对，就在这楼上。然后楼下呢就有一间 Tourist， 是念 Tourist 吗？这里啊。这间咖啡店。然后呢，我们刚刚就买了2杯，一杯是Honey Milk Latte， 就是蜂蜜拿铁的意思啦，好喝。然后这是宇治抹茶，它这个宇治抹茶其实没有像我们去京都喝到那种很浓的抹茶味，但是也很好喝。我觉得关键就在于它的牛奶真的太好喝。哦，应该是牛奶超好喝。我不知道是用什么牛奶，反正就超好喝的。东大都会，我们好好喝哦。我们可能要晚上或去仙台回来再拍了。对，因为我们就去青森。多可爱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8月正午。我们现在第1站去那个前进仙台朝市吃东西喽 ，Go！ 在去朝市的路上遇到超可爱的御饭团店，然后我们就买了这个就是这一个。我现在是蛋的富翁哦。我们从我们住那边算是仙台的后站，然后走到前站走过来，不会很久，大概10分钟。朝市吃东西喽，走啊！够了。仙台朝市，这里有得吃的吗？有得吃的，我有研究过。摊位。OK。怪物一个，然后我们来点了这个，都宫城县产的，3个都是怪物级的，这是怪物哦，真好是尾鱼跟海胆。好，我们先吃怪物，我现在很紧张。这加什么酱我不知道哎。とこれは醤油にソースを哦，ありがとう。これも美味しい。ソルト哦 OK， 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这个要加醋啦。我被教怎么吃了，这怪物要加醋吃。来喽。好。这个是什么口感？究竟？好紧张哦，这样有点紧张，所以是这样。哦，我觉得它就是结合牡蛎的那个软软的那种感觉，又结合北极贝的脆感。对，超好吃。宫城的海胆我第1次吃，好好吃啊！这个尾鱼，那个色泽，这个鲜度，好好吃哦。第2个很好吃哎。好，我要吃牡蛎喽。超大一颗。这壳就这么大。超大。海的那个咸味，然后甜味跟鲜味在你的嘴巴里面散开，这是我这辈子目前为止吃过最好吃的牡蛎。朝市的这一间就到这里，资讯我会放底下，资讯栏，然后大家如果来仙台湾，可以直接锁定这一间，然后直接来吃。嘿嘿。左边就是仙台朝市。我们在朝市旁边有一间蔬果商行，然后看到了很多草莓，宫城县产的，然后就买了。我给大家看一个，觉得我看到有点惊讶到它的包装，它包装也太可爱了吧！先来到大崎坝饭宫哦。这超震撼的，我刚刚下车。这鸟居好大。对，这鸟居超大，而且它旁边有写说它是心理的疗愈地方，很有意义耶。它是新年参拜必须要来的神社，1903年被指定为国宝。哦，我今天可是来到国宝哦。2只鸟居，它这边进来还有一个第2个鸟居。第2个鸟居，宫城县指定的有形文化财产。我现在一直沿路走阶梯上去，我在走乌鸦叫。但是听说日本乌鸦是吉祥的。对啊。好的地方就有乌鸦在叫。我们每次到神社都很多乌鸦。来了，我们来到第1平台。第1平台，好漂亮哦，超漂亮的。我们要拿着我们在朝市买的草莓上来野餐。
我们自从上次日本修正了我们的相机器材，加了广角，用长角，为了给你们看更真实的日本啊，对吧？里面有鸡耶，公鸡。活的鸡哦。对啊。必胜。哦，然后它背面是写祈愿成就。里面你可以打一个圈子，就可以写愿望。是写名字，底下写名字。这样吗？对，然后这里就写名字。写你的名字。现在认得我哦。哦，祈愿完成喽，接下去了哦。 OK。 OK， 祈愿完成。拍手，鞠躬。大家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就是如果你去这边抽那个签，你抽到2的话，厄运的厄，小2就是有分。小，我记得它上面写的啊，那你刚才是超级吗？我是小鸡。对，大吉、小吉吉，然后小2、大2， 2都要绑在这了。对，反正2的话呢就是比较吉，然后就会那边有人绑，这边也有，绑了就会消除绑灾难，了就会消除你的灾难。所以抽到2的话，大家不要害怕，就是你可以把它消除，然后就是你今年的厄运就被消除。那我们抽到吉，它上面就写说要带回家，我们就被带回家喽，我们就把它带回家喽。不好再讲。啊，我们要吃我们刚刚在 JR 站那边买到的，路边买到的一个饭团。你看，它外面是包着一层的叉烧，很薄的叉烧糊的，然后里面有一颗蛋。我现在可是蛋的富翁哦。那好吃哦。嗯，很好吃，它外面就脆脆的。对啊。哦，它是这种蛋哦，来，好吃吗？好吃啊。我不知道怎么吃。你是不是咬不到蛋？嗯，它是很大一颗，中午吃一颗就饱了。可是蛋就富翁哦。草莓富翁。哦，好大一颗的。那个。好好吃哦，好甜哦。那神社参拜完之后，心灵疗愈完之后，来吃草莓跟御饭团。如果你们看我们的影片，跟着我们的行程走，就会知道我们是那种悠闲夫妻。他们想说怎么办下去啊？其实日本很多地方的那个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有很多啦，是不用收费的，都可以去参观。那我们要去下一站喽，下一站要去哪里？我们到那个一番町，就是逛街的这里面的西奶咖啡。我发现逛街的这边都一定会有西奶咖啡。对啊。大阪也是在热闹的那附近。我点的这个是草莓，圣代汉堡排。它这是不是也是冰淇淋？抹茶冰淇淋。好像是。然后这个是那个枫糖蜂蜜。开吃。嘿嘿，好，我们就去饭店喽。拜拜。